好多家長咧同我講喎，最緊要自己個小朋友啊健康快樂咁樣成長啊，唔好學壞，長大之後咧好好做人啊，咁佢就心滿意足噶啦。咁你又有冇問過自己個小朋友，其實每日過得開唔開心？佢哋放學之後啊，或者補完習翻嚟啊，有冇好好同佢哋食餐飯啊，傾下偈啊，討論下今日學校發生過啲乜嘢？定係還是你啊淨係識得問佢默書默成點啊，考試考成點啊，做晒功課未啊，溫咗書未啊等等。一個小朋友咧嘅成長啊，其實佢哋係好想父母嘅陪伴同埋關心嘅。家長可以試下，每晚一見到個小朋友，第一句就問佢：今日過得最開心嘅係乜嘢啊？咁又有冇唔開心啊？嗱，唔好睇少呢兩句説話嘅威力喎，因為從對話中咧，你會更加了解你嘅小朋友，佢哋會為啲乜嘢而開心，又會為啲乜嘢而唔開心。我哋會了解佢哋更加多，並且喺對話嘅時候咧，我哋家長冇任何嘅批判，咁樣去聆聽咧，都已經好重要噶啦。佢哋會感到被理解啦，並且最重要可以喺日常中嘅生活點滴了解佢哋背後嘅情緒嘅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嘅片喎，又或者大家有啲乜嘢睇法，歡迎留言分享俾我，下一集見。